周老、吴老，这里面到底是谁啊？他凭什么值得当代全球3大世家旗帜，甚至连奶奶命悬一线都非要赶过来？闭嘴！尊上是谁？祖龙知道吗？孤一统八荒六合，承天之命，长生之秘。孤今日亲自来取。自此，大夏第一王朝覆灭。还有大夏第一女帝，你知道她如何登基的吗？才是真正的天命所归，什么狗屁不玩义务，照理下图。今日他必死，当真要护他。天命，本尊说他是，他便是。花须连夜发，莫待晓风吹。昔年敌寇入侵，太祖从乞丐做到皇帝，你又知为何？壮志饥餐送人肉，笑谈可以圣人血，打进去死！日月山河有在，日月山河有在，大明江山有存。捉胡龙，血千尺！中国龙血千尺！中国龙血千尺！不可能，这世界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人物？闭嘴！尊上是不可言传、不可名状的存在，再敢胡言，老夫杀了你！参见尊上。起来吧。谢尊上。皇家的人为何没到？周吴郑王权财色名，皇家的人为何没到？回尊上，王正华病重，他的孙子王骁说会亲自前来，但是一直都联系不上。这些年，我们谨遵尊上之命，一直暗中扶持王家，王家距离超然世家仅有一步之遥了。昔年皇家小子还是8岁稚子，心思纯善，偶有一次与本尊纠缠许久，说要以此作为信物，若是以后有孙子，与本尊结亲。如今也该是本尊履行承诺之时了。尊上，这都是孩童之间的玩笑之言，您何必当真呢？是啊，君子重诺，本尊在这世间游历只有10年，不久将会选择沉睡。若多一份体验生活，那便多一份趣味，不是吗？可是尊上，王家孙子怎么能配得上尊上您呢？纵使10年，那也是绝顶的权柄，泼天的富贵啊！皇家之事关系到神庭是否能够重新开启，此事不必在意。胡家小子，你去给王家孙子备一份厚礼，此事几日之后，本尊会亲自解决。是，老奴会准备万亿诸资，祝王家早日登上超然世家。什么？大夏首富吴正道要向我注资1万亿？马上预订回京的机票啊！啊，少爷，老太爷不是说今天必须去陵园见你的未婚妻吗？哼，一个未婚妻而已，不重要了。吴家向我受资1万亿，全球第4家族，晋升超然非我王家莫属。如今的他已经配不上我了。好，皇家之事
就此作罢，权财色名能够重新开启便好。你们都来说一说，近些年来都做了什么成就？孙上，这50年来，老奴已掌握了至高权力。这是神令，可调动大夏100万神兵。哎呀，尊上，老奴这些年整合天下财产，这张卡额度10万亿，全球通用。我奶奶油尽灯枯，郑家之事可由我。尊上，这是郑双双，当今神女，长神女符，凭此佛，天下知名美色，须以奴婢身份任尊上派遣。如此，老奴即可安息了。奶奶，去世了！奶奶，是你害死了我奶奶！如果不是奶奶为了你千里迢迢来见你，奶奶根本就不会死。愚蠢！是郑冰清自己时辰到了而已，他能够去伺候尊上，是他莫大的荣耀。你一个晚辈懂什么？我不懂，我只知道奶奶死了，我想让她活着。是他害死了我奶奶，为了什么狗屁的规矩，丢了奶奶的命。复活而已，又有何难？复活？别胡说八道了！难不成你还想复活我奶奶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神仙吗？也罢，你们郑家还未到时候，就许你一甲子吧。奶奶真活了！死而复生，奇迹呀！敢对尊上不敬，跪下！谢尊上抬爱，家门不幸，老奴无颜面对尊上，请尊上责罚。奴婢大罪，请尊上责罚。郑家降为末等。是。准备开启神庭。是，尊上。尊上，奶奶传来消息，重启神庭已在筹备，还需要3天时间。奴婢先带您熟悉一下这世界的变化。无碍，王家小子性命危急，先去看看。顺便我去处理一下婚约之事。你联系王家孙子。是。皇少，我主人便是手持玉佩之人。这次玉佩正好，我不管你是谁，你主人是谁，10分钟来王氏总部，过时不候。大胆，你找死！喂，尊上，这无妨。蝼蚁岂可观天，与之置气没这个必要。正巧本尊想去看看这王氏小子这些年发展如何，是否能够承担得起这神庭4大天王之名。是。你就是我家少爷的未婚妻吧？未婚妻，算是。我家少爷说了，你们根本不是一个层次的人。只要同意解除婚约，条件随便提。放肆！
放肆！此乃尊上，万人之上。解除婚约是你家少爷说了能算的。懒得跟你废话，这位尊上，我劝你还是快点签了这解除婚约的协议，早点回家洗洗睡，梦里什么都有。出言不逊，找死！你敢打我？你们死定了！在我王家的地盘动我王家的人，谁给你们那么大的狗胆？你就是我那个未婚妻，上次在陵园，我是故意不去见你的，想让你知难而退，没想到你用这种方式让我露面，幼稚。你就是王家嫡孙，真是有气场。没错，既然来了，我们就把话讲清楚。我明确的告诉你，这婚约我不接受。你下跪给我好好道歉，然后滚出京城。以下犯上，找死！以下犯上，找死！你可知我尊上是何身份？那你可知我家少爷是什么身份？哦，说来听听。王氏集团的董事长，且唯一继承人，神豪会成员，京城冯家的嫡孙女，是我家少爷的疯狂追求者。明日我家少爷奶奶的大寿上，京城首富。给他们讲那么多干什么？他能听懂吗？无知，没有尊上，何来你们王家今日？你怎么不说手握神令，掌管百万神龙军的天权战神周家，还有大夏首富，掌控全球资本的吴家，他们能有今日，也是因为你的主人。的确如此。不要浪费口舌了。他们要是真有本事，会未曾出现在上流阶层。除了神庭三天王，其余人哪有跪地觐见尊上的机会？今日是你们毕生荣幸之时。吴家，昔日本尊与他们祖爷爷相遇之时，他倒的确是个孩童。你一直纠缠我，不就是为了钱吗？你只要在解除婚约的文件上签字，这10个亿就是你的。我想你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吧？区区10个亿，本尊不在乎。10亿都看不上，你不会真想嫁给本少爷吧？想成为我王氏集团的女主人？你痴心妄想。无知，你们所引以为傲的身份地位，存在或覆灭，不过尊上一念之间罢了。王家少爷，希望你别后悔。啊，很好，我改主意了。你们吴家1分也别想得到。说到后悔，先让你们后悔试试。拦住他们！是下跪道歉，还是我让人打断双腿，再下跪道歉？婚约立即作废即可。至于签字，这张纸承载不了本尊的名字。承载不了，笑话。不就是担心白纸黑字，彻底失去了敲王家主杠的机会？这位就是少爷的追求者之一，冯玉琴，冯小姐。王少，恭喜！吴家首富向你注资1万亿，有了吴家的人脉和资金做靠山，王氏必定能成功晋升超然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可是出了不少力啊。真的？怪不得吴家突然联系我，原来是冯小姐
之前不知道冯小姐还有这层社会关系，以前却未曾听你提过。家里的长辈让我在外要低调。吴家，你听过吗？像你这样的底层人，根本不懂这2个字的含义。笑话，还敢冒领功劳？这万亿投资分明是尊上吩咐，你胡乱干预，还敢让尊上签字？你就不怕你还有王家气运反噬，家破人亡？我王家长慈，替天行道，声名显赫，行善积德无数。就算是天道，也要给我让行。签字。皇家长慈，但目中无人。待本尊签字之时，就是你王家家破人亡之时。这因果，你担得起吗？啊！你以为你是谁啊？天道吗？还张口就来？天道不如本尊。我呸！你可真会吹，你干脆当王母娘娘算了。签个字，我倒想看看清楚，你是怎样让我王家受到天谴的。黄振华一生忠孝，却生出你这么个不忠不孝之辈。罢了，是你们王家命已绝。你敢辱我？真是天谴！王家长慈，却目中无人，天道厌弃，废！尊上，这真的是天谴！怎么可能有天谴？这绝对是巧合！废！你敢废我？你凭什么废除婚约？你也配？给我改掉！是我看不上你。这只是刚开始，往后你们王家就等着坠入深渊吧。还在口出狂言，今天咄咄逼人，我与你们不死不休！来人，给我把他抓起来，给我送到精神病院去！是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说！少爷，公司2个工地仓库着火，里面的货物全烧了。公司现在股票下跌，如今已经快要破产了。怎么可能？公子，公子，你快回去啊！王老爷子出事了，医生忽然打电话来说，他忽然双目气血，现在正在抢救。你说什么？公子，这不，如果是天谴，我怎么没事？我怎么没事？我怎么没事？少爷，你的手！我的手，怎么会这样？自作孽，不可活。亵渎尊上，此乃天谴。不可能的，不可能的！世上怎会有如此荒唐的事情？怎么不可能？刚才不是说过了吗？你们王家背信弃义，已被尊上亲手除名，从此世间不再有你王家。你别在这妖言惑众！你这个底层货色也敢！玉清，这你的头发……那混蛋对我做了什么？公子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家主现在正在被抢救，你应该立马马上回去。
对，我现在就回去。对本小姐动手，我要她死！我爷出事了，你跟我一块回去。我家有最顶级的医生，让他帮我们看一下。等我归来，便是你的死期。少爷，爷爷，我交代你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你见到他了吗？见到了。那怎么会？是做梦了吧？老糊涂了。好，明日寿宴他也会来，到时你一定不能怠慢了。寿宴结束后，你就跟他走吧。爷爷，你放心好了，我心里有数。对了，还有一件好消息，吴家吴正道首富向我的基金注资1万亿。吴家呀，好，肯定是他出手了。明天我得去见尊。爷爷，他是谁？少爷，王家现在是我掌权，我希望你清楚你效忠的是谁。再让老爷子联系外面，你什么下场自己清楚吧。是少爷。萧哥，你爷爷情况怎么样？还好，已经救过来了，这会儿恐怕已经睡着了。那你的手？细菌感染而已，肯定是那个贱人耍了什么手段。你的头发，明日寿宴你可是主角，只要吴家注资，我们就马上联姻，可不能出任何问题。放心吧，检查过了，没什么问题，只是头发白了。下次再见到，我一定不会放过那个贱人。明日寿宴，爷爷也邀请了那个贱人，那不是正好吗？只要他敢来，我一定狠狠让他付出代价。尊上，王振华游进东窟了。刚才传来的消息，他想在死前求见尊上一面。王家小子啊，他一直尽心尽力为尊上做事，可惜他身体出了问题，寻遍全球名医也无济于事。本来尊上可解，但他家那孙子不爱。本尊长生万万载，体验的就是人生百态，否则这人生该多无趣。告诉那小子，明日便在他夫人寿宴上见吧。是。尊上，奴婢可否问一句，之前您对冯玉琴做了什么吗？本尊什么都没有做。啊？那为何？他只是不能直视本尊的目光，会折寿30年。不愧是尊上。奶奶，她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未婚妻。好，我去会会他。没教养的东西，见到长辈也不知道打个招呼。比起玉琴，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儿。没教养的人是你才对吧？尊上亲临，你还不跪下？下跪就不必了，无需多生枝节。我此次前来是为了了却与王家小子的因缘因果。你们，这是一份贺礼，长生丹，吃了之后可续命10年。既然王振华今日还没到，
就麻烦你们转交吧。延寿10年，当别人3岁小孩啊？这不就是一颗巧克力糖豆吗？哼！我呸！送不起寿礼就别来，拿这种哄小孩的玩意糊弄老太君，饭店里一抓一大把。这东西要能延寿10年，你怎么不直接说吃完直接升仙啊？就是啊。丢人现眼，不敬长辈，竟敢招摇撞骗！哎呀，怎么给打掉了？今日寿宴，京城名流齐聚，这是何等的场面！你带一颗巧克力糖豆来此作秀，还真是让我瞧不起你啊！无知！尊上一念之间便可让人返老还童，续命10年的丹药有何问题？哼，返老还童，续命10年，说这些话，自己也感觉不到羞耻。也罢，没想到王振华聪慧一生，后代佳人却是如此。皇家命该如此。还在吹，王家的命用得着你来做决定吗？可笑！你看这树，枯木逢春，还有这丹药，这是真的，还有这奇效。丹药可延寿10年，这么说，这3颗果实也可以延年益寿，真有这么神奇？灵药，这是奇迹呀！我呸！这种把戏你们也信？这不过是个小魔术罢了，我都看腻了。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延年益寿的灵药，要有这手段，人类早就实现永生了。的确如此，这林雪一直喜欢招摇撞骗，大家可别被他骗了。如果他真是这么厉害，我的爷爷现在也不会在医院里了。够了！看在老爷子的面子上，给你留了一条生路，没想到你们这般不识好歹，3番2次戏弄我。那好，今天你们就别想出去了。来人，给我把他抓起来！本想了结了因果，就让你这宴会好好进行下去。既然如此，告诉王振华，让他10分钟之内过来。我要更衣！我要更衣！我要更衣！您现在身体状况不允许随便出去啊！哎，滚！王家侍卫何在？有后家主吩咐，立刻给我出发，前往寿宴！我要去面见尊上。站住！我爷爷的名字也是你配直呼的。你们这些废物，赶紧起来，给我打断他双腿，让他给我跪在宴会厅门口认错。让尊上跪下！你敢问问王振华，有这个胆子吗？没大没小的小畜生，你也想死？双双，掌嘴。是，主人。哼，嘴贱可是要付出代价的。他敢扇吗？就是。长嘴，给你100个胆子，你可敢？奶奶，别说100个，就算给他1万个，他也不敢。哎呀！奶奶，今日是我奶奶的寿宴，你竟敢动手，真是找死！再敢满嘴喷粪，可就不是张嘴这么简单了。不行，赶紧
定喊人！我要让他们死无全尸！老太君，哪里用得着您出手？有我就足够了。王老夫人，您先看看，这是天权战神私宴邀请函。天权战神，大夏传说中一人镇压16国，统帅100万神龙军的天权战神周之意。没错，这邀请函可是我费了巨大的代价弄到的。只要我们能跟天权战神搭上线，说上话，王家必定会更进一步。哼，什么战神周之意，昨日在尊上面前不也一样吓得瑟瑟发抖？这可是面见天权战神的机会，太好了！玉晴，幸好有你，只有你才能和萧萧相配。看到了吗？我王家背后有天权战神，日后定会一步登天。你刚才竟敢对我动手！王老夫人，话别这么说，这位世外高人如此猖狂，说不定还能拿出更高级的邀请函呢。邀请函没有，倒是有一枚令牌。这令牌好眼熟，这是号令100万神龙军的神令。没错，这是周之意下跪求尊上收下的。神令一出，号令100万神龙军，整个大夏都归尊上一人掌控，是无数人梦寐以求的。不值得一提，送你玩了。谢尊上，得神令者得天下，这可是至高无上的宝贝。林雪怎么会有这种宝贝？这废物怎么会有这东西？还就这么送人了？这东西我王家要是得到，就是一步登天。笑死我了！神令，你拿我当傻子呢？这要是神令，我跟你姓！什么？这不是神令？当然不是，老太君，这神令只有天权战神才可以得到。这个贱人，连神令都敢仿冒，就不怕死吗？也是，林雪这个废物就是个下等傻子，毫无背景，怎么可能配有这种神令？贱人，你的胆子我佩服。男子大话，我也不知道我爷爷到底看中了你哪个地方。丢人现眼，都不需要我动手了。你敢造假神令，这事儿传出去，你会死无全尸！世间小丑愚蠢至极，你们可知你们已经踏入了取死之道？尊上勿要动怒，你们这群蠢货，尊上所言皆为事实。这神令更是货真价实的真品，那天权战神面对尊上都得跪地俯首。放肆！神令，拿来吧你！你敢！这神令要是有一丝一毫的损伤，你们冯家就此灭族！灭族？就这假货，我现在就揭穿你们的骗局！我倒要看看，就这假东西是怎么让我冯家灭族的！是真龙啊！这是真龙！这怎么可能？大夏无果儿！周之意已老，换做以前，我们可能会怕，但现在让他滚出来受死！大夏境内神明尽显，看来当年你们父辈的教训，这么快就能忘了。
周知义不是老了吗？怎么还这么年轻？返老还童，这不可能！这是神迹啊！日后大夏只怕没有机会了。神令受辱，有人对尊上不敬，百万神龙精听令，尊上有令，随我入境。是。吴家总，私人飞机航行已经准备完毕，随时可以动身。啊！这是神灵化龙，何人找死？胆敢对尊上不敬！立刻出发，入境。是。尊上回归，你们作为神豪会最有能力、样貌最出众的4人，必须以最好的状态迎接尊上。是。神龙震怒，遨游四海。这是有人敢对尊上不敬，全部停下，立刻动身入境。是。大家别怕，这些不过是这家伙的戏法而已，糊弄谁呢？没错，他这些只是障眼法而已。装神弄鬼，如果真是神令，怎么这么容易就碎了？明显就是假的。我看你还能耍出什么花样？神令碎，你们皆已染上因果，这件事才刚刚开始。神令都碎了，还因果呢？要真这么厉害，倒是让因果来呀！闭嘴！你还敢出言不逊？神令碎，3大世家家主必定会在第一时间赶来，你死定了！哼，3大家主，你都不配提他们的名字。今日你大放厥词，得罪这么多人，必死无疑。你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今天我就要亲自动手，爆他的狗头！打我？你也配？我不配！笑话！去死吧！去死吧！玉清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那小妮子是谁呀？胆子可真大呀！竟然坐在主位上，真是无知者无畏啊！看来也该是我们出场的时候了。玉琴和王家王骁关系不错，老夫打算促进2人联姻，与传说中的神庭搭上关系。这次机会，还望2位成全。好说好说，那是当然，我定当支持冯家。不过，什么？混蛋！有人在找死！哼！什么情况？你算什么东西，竟敢做主位？各位，今天谁能废了他的4肢？我代表王家基金，至少给他送上上亿合作的合同。而且，今日发生的所有事情，哪怕只出了人命，我王家全权负责。尊上，按照你的想法去做。是。既然王家把事做绝，那
我代表神豪会现在宣布，废除王骁会员身份，并且狂妄，简直是狂妄！代表神豪会，你是什么东西？神女是我老友，她可知此事？神女是我老友，她可知此事？爸，帮我杀了他！闭嘴！废物！大庭广众之下下跪，你就是丢我们冯家人的脸！来人，弄出去！王夫人，小女无能，你不要见怪呀。玉晴不是一直在追求潇潇吗？现在你要是给我弄死那个畜生，我就同意潇潇跟玉晴发展。我听奶奶的。这年轻人谈恋爱，顺其自然嘛。我先解决这个女的。解决我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狂妄至极，会几手功夫就以为天下无敌了？代表神豪会审判，冒充神豪会的后果，你可知？要想活命，自断双手。谁给你冯家的胆子，敢威胁我？就凭冯兄是京城冯家掌门人，手握万亿资产，就是当代神女见他也得客客气气。没错，年轻人，你还真是嘴硬啊！你怎么不说，你就是神女啊？哼，她的确是神女。她确实是神女。丫头，你是老夫见过最能装的人。是吗？神豪会乃是全球第3大家族，掌门人由郑冰清亲自担任。当代神女露面时虽戴面纱，但老夫有幸见过一面。你睁眼说瞎话，简直不要脸了！他就是不要脸了，被我退了婚之后还死缠烂打，今日还破坏我奶奶的寿宴不说，我看他简直就是无耻至极。没错，小畜生，真的该死！出言不逊，当真找死！没有尊上，何来你们王家今日？现在说这些根本就没有意义。你不是说我们的一切是你主子给的吗？那就让他拿回去呀。好啊，这可是你说的。口气倒是不小。拿走王家一切，10分钟足矣。10分钟？那我冯家所有的东西你要拿走，需要几分钟啊？也就5分钟吧。5分钟啊？那我们魏家呢？那能撑几分钟啊？有什么手段就拿来用啊！光说不练，岂不丢人？我徐家掌握数千亿资产，按照你这口气，不会坚持不了3分钟吧？徐家1分钟足矣。徐家1分钟足矣。这区区50载，没想到这世间竟变化如此之快，甚是有趣。双双，成全他们吧，看看谁先来。是，尊上。你们谁先来？哼，大言不惭！来，让我看看1分钟内你怎么让我徐家完蛋？靠嘴吗？我估计
1分钟都不用。喂，尊上有令，1分钟内让京城徐伯汉徐家化为灰烬。这个电话刚才都不一定接通了吧？接电话呀，说不定徐家出问题了。你唬我，这才30秒。喂，是我，说。徐总，不好了！刚才公司所有账户全部被冻结了，1分都动不了，股市更是被狙击了。现在没有办法动用现金，马上就会破产。这怎么会？这不可能！完了，我们的股票直接跌到0.001了。徐家主，你千万不要被这2个人骗了。以现在的手段，1通电话还不是轻而易举啊！多谢王公子提醒，差点着了他们的道了。这点把戏，不嫌丢人吗？小把戏，你自己不会看看股票吗？哼，死到临头还死鸭子嘴硬。那好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把我的股票价值归零。来，给我看看，目前我徐家的股票价值多少啊？老徐，你点错了吧？你看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是怎么会这样？都说了，徐家没了。是你干的！现在是白天，美股经常会技术性维护，停牌为0，这只是一个巧合。我看根本就没有必要为这2个人多费口舌，直接动手就行。不知死活！不知死活的是你吧？我看你还能忍多久？事已至此，我也不怕丢人了。告诉大家，这个人就是我爷爷给我许配下来的未婚妻。我纠正一下，不是未婚妻，本尊已经与你退婚了。我也懒得和你狡辩了。大家看，这个是我爷爷给我与这个混蛋定下来的婚约信物。你看，与尊上上一次拿出来的一模一样，这男人真是疯了。不错，本尊虽已退婚，但此信物确实是我的。既然你拿了出来，今日便把它还予我。还？好啊，那你就自己跪过来，拿着它。大胆！这是尊上的东西，你敢动，你们王家上下列祖列宗都要为此付出代价。代价？我王家的牌位在此，不去天地。各位，我宣布，这个婚约作废。真帅了！徐家列祖列宗的牌位，这炸了！捡了一个！哎呀，这谁在说话？不孝子孙，与这个王家千古罪人。今天若此事能成，
与尊上联姻成功，这一生就值了。走，进去吧。千古罪人呐！王家的列祖列宗显灵了！奶奶，你别被他骗了，哪有什么祖宗显灵，一定是这个贱人知道你心善信佛，提前做了什么手段，是他把我们王家牌位给炸了。什么？是你？居然炸了我王家的牌位！这行为简直无耻，下作到了极致啊！天底下怎么会有你这样的畜生？这是在触碰世家的逆鳞，不敬祖宗，足够让你全家灭族，被整个大夏唾弃。今天找死的人还真多。今日你们如此行为，等到王振华到了后，全部都要后悔，下跪求饶。哼，不见棺材不流泪，就算我爷爷来了又怎么样？这事今日过后，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。难不成老头来了，还要给林雪下跪磕头不成？当年王家小子为求能侍奉在本尊座下，在漫天雪地里连跪9日，才求得一丝机缘，未曾想被你们这些不忠不义不孝的后代害得家破人亡，这世人真是可悲可叹。我爷爷给你连跪9日，你知道我爷爷是个什么样的人吗？在全京城13泰斗居首位，全华夏名望第一。虽然年迈，但是他仍是王家乃是京城核心泰斗。王老爷子一跺脚，整个京城都得地震。王振华一怒，就是我冯家也得退避3舍。就是撒谎也不打草稿，他这样的大人物会给你下跪？怕是他到场，你就当场扭裤子了。放肆！你们口口声声的大人物，在尊上眼里，不过是个强壮些的蝼蚁而已。他若是真来了，别说是当场下跪磕头，哼，看到你们王家如此不知死活，哪怕是当场自刎谢罪，那也是理所当然。不知死活的是你们，竟可侮辱老头子，这就是踩了世家的底线。诸位，我们与林雪的婚约作废，等我家老头子来了，我一定灭这畜生9族，华夏永世除名。这种大逆不道、罪孽深重的畜生，不必等王老爷子到，我冯家提即刻斩杀。魏家复议，京城徐家复议，复议，复议。林雪，复议！你这是自作孽不可活。来人，一起动手！我要让他看看什么才是绝望。王家老家主到！爷爷，你的眼睛瞎了，治不好了，这些都不重要。你的婚约，老爷子，你总算来了。现场有人捣乱，破坏寿宴，而且还把王家的列祖列宗给炸了。什么？我王家的牌位炸了？哼！是哪个小兔崽子敢动我王家？知不知道我王家是怎么样的存在？就是那个混账东西！老爷子来了，你倒霉的日子也到了。王老爷子，不必让他死得太轻松，他可是狂妄至极。我王家世世代代积德行善，没想到在这儿
遭受了奇耻大辱。你就是炸我家牌位的那个丫头！装听不到。老头子，我的眼是瞎了，但我的心不瞎。你的方位我一清二楚。乱我王家寿宴，毁我王家牌位，你的罪行罄竹难书。丫头，你找死！王正华，王家目无尊长，有眼无珠，该死！这声音，这，爷爷，我爷爷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不只是你，你的家族，你的亲人，在这个世界上不会有容身之地。可悲可笑，你该不会还以为王正华气到吐血，是因为主人的缘故吧？难道不是吗？是与否，让王正华来说即可。王正华，老爷子，你这怎么跪下了？你还不赶快滚开！难道你想折寿吗？臭丫头，赶紧避开！王老爷子即将成为全球4大超然世家之主，权势财力全球顶尖，你站在这里是大不敬啊！他跪的就是本尊。放肆！你是个什么东西？老头子只是身体不适，成跪坐状态而已，用这事儿往自己脸上贴金，不知死活。不知死活的是你吧？王正华贵主人有何问题？在场诸位，在主人眼里，皆如蝼蚁。你们以为自己是谁？别光看着，把他给我拖下来，打断他双腿！还有这个女人，也不要放过！我要断她4肢！都给老夫住手！爷爷，给老夫闭嘴！王正华，起来，你来说说，你跪的到底是谁？混蛋！你还敢羞辱我爷爷！闭嘴！我跪的是尊上。这老头子，你疯了！那个畜生凭什么？给我滚！这次彻底闹大了，王老爷子彻底动怒了，连孙子和夫人都打。今天发生这个事情，必定轰动全球啊！那个畜生，今天真是把天都捅破了。老奴王正华拜见尊上。爷爷，什么尊上？老头子，你在胡说什么？他什么身份？王家老爷子，给他下跪鞠躬。真的是下跪了。让你王家长辞，是因为心存善念，真心向善，想让王家流传千古，却不曾想，这才过了1代，就如此不堪。尊上，是老奴无能，眼盲心瞎。罢了，念你忠心一世，过来。我能看见了，我能看见了，眼睛治好了，我能看见了。什么？谢谢尊上，谢谢尊上。怎么可能？老头子这眼睛
这2天可是国际多方专家会诊，都说没办法，林雪轻轻一点，居然就好了。难道他真的是神？尊上先辞，但你王正华的罪过可没有就此结束。是老奴管教无方，老奴一定给尊上一个满意的交代。交代？王老家主，你可知你孙子夫人有多狂妄？这里面可能有所误会，不过不管是谁对尊上不敬，我王正华一定让他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婚约是你所说，这种事，老奴不敢私自做主。爷爷，你是不是搞错了什么？这个人满嘴大话，毫无尊卑，还让人动手打了奶奶，污逆民生，破坏寿宴。这个人根本不值得你这么对待。蠢货，跪下！爷爷，闭嘴！老头子，你老糊涂了吗？外人都欺负在我们王家门口了，你竟然帮着外人对潇潇动手！你这个老东西，你要害死王家呀！王老夫我为了王家奋斗一生，不拘无束，好不容易才有了今天。眼看着我就可以跟着尊上登天而上，可你要毁了王家呀！爷爷，我马上会得到吴家的注资，王家在我手里会更加强大。我就不信这个混蛋能对王家怎么样？吴家算什么屁？吴家在尊上面前，那只能跪地不服。尊上，念在老奴忠心耿耿的份上，恳请让老奴代替王家承担一切责罚，只求尊上能给王家一线生机。生机，本尊早已给过你。王老家主，现在跟主人谈主仆之情，是不是有些可笑啊？你可知主人来这寿宴之时，为你准备了一枚长生丹，可续命10年，可是被您的夫人当成垃圾踩在脚下。你真是这么干的？什么狗屁长生丹，分明就是一颗巧克力！王振华，你老糊涂了，脑子出问题了！没错，爷爷，你是不是老了？现在的王家是我掌权，王家在我手里只会更好。你们，小家伙，你也看到了，若是你站在本尊的角度，该如何？潇潇父母去世的早，他是王家的独苗，从小骄纵惯养，这都是老奴失职啊！我宣布，此时此刻开始废除王潇王家家主继承资格。那这么严重？这外面了，这是真的吗？你到如今这般田地，都是你咎由自取。我说过了，就算是王正华对主人，他也不够用。现在信了吗？不可能！你们一定是用了什么邪术对我爷爷？没错，一定是邪术。诸位，众所周知，老头子已病入膏肓，此刻只是回光返照。王家这些年一直都是潇潇掌权，整个王家不断腾飞。等会儿吴家更是会注资王家，剥夺潇潇继承权，无不同意。你们是想夺权？如果
真是这样的话，那可就是大事了呀！王家，这是要发生大变故了。就是，王家老爷子现在身体不好，挺不了多长时间了。如果王家的产业交在了王骁手中，对于我们京城豪门，那是好事。没错，这王家呀，就应该交由王修来管。王家老头确实上了年纪，老糊涂了，竟然对这么一个丫头毕恭毕敬，有失全球4大家族家主之风范呐！对呀。进来吧。这你看，谁来了？这些年来，王家之所以能不断发展壮大，离不开潇潇的商业头脑。他为王家付出了大量心血，他的位置岂是你一句话便能剥夺的？我冯玉琴代表京城冯家，只认王骁少爷。我代表京城魏家，支持王骁少爷。我京城徐家，只支持王骁少爷。支持王骁少爷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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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贱人！我虽然不知道你用什么办法控制了我的爷爷，但是现在的王家是我做主。今天就算是神仙来了，也救不了你，也救不了你。你再敢对尊上不敬！爷爷，你已经老了，就该回家养老。你也看到了，现在的王家是我做主，我有能力让王家发展得更好。医生，把爷爷送回去。是。潇潇，你真要一错再错！你对尊上的实力一无所知。王家的盛衰，全在尊上的一念之间呐！老头子，别胡说了。那个小畜生，几十年里我见都没见过。王家这些年在潇潇手上发展的比什么都好，王家能有今天，都是潇潇的功劳，跟他有什么关系？爷爷，你虽然为我王家打下了根基，但是我王骁的功劳也并不比你少。王公子，你未免也太过自信了吧？那又如何？吴家的诸子马上就会倒，届时就算是周家家主见到我，也得客客气气。狂，真狂！老爷子，看看，这就是你的好孙子呀！王家小子，既然王家你已经掌控不了了，那周吴郑王今日王家被除，王家以后的事情暂由双双来负责。让王家除名，今日就算全球4大家族之首，周家都没有这个资格，你算老几？我倒想看看你怎么让我王家除名。这么多年来，敢威胁我们王家的人，你们也是独一份的。宴会结束以后，你们要是还能活着的话，这事儿足够你们吹一辈子。没事儿，继续吹，看你能活多久。你们要是这么厉害的话，能不能把我们京城的豪门世家一起都除名啊？完了！爷爷，吴家家主马上就会倒，届时我王家一跃成为全球第1家族，要完也是他们完。王家的运气真是不错，若是王家孙子真的能成为尊上的随从，那必将一飞冲天。只是这种机会
怎么就没有落到我们吴家头上呢？父亲，这尊上真有您说的那么厉害吗？闭嘴！尊上也是你陪教的，再有下次，老子宰了你！是。以你这脑子，根本不知道尊上是何等存在。快走吧，别让尊上等着急了。就算吴家家主来了，又怎样？王公子，你难道不知道，除了3大超然世家之上，还有一个神秘组织？我还真不知道。不过你倒是可以凭空捏造出来。他们又不是做不到。今天这个寿宴，齐聚在此的京城权贵，全是王家的支持者。就算有超然世家来此，以我们的力量联合起来，他们也得忌惮3分。况且现在的吴家支持的是王家。王萧，爷爷，你已经老了。你虽然是我王家的创始人，一手带我长大，我尊敬你，也不想驳你面子。不过你要考虑清楚，这世界迟早是年轻人的，你老了就该回去养老。你知道你是在跟谁说话吗？爷爷，恕孙子不孝，你的时代已经过去了。吴家家主到。这位是吴家主的儿子吴一乐，地位在1人之下万人之上，有可能继承吴家。吴家少爷好。你们谁是王家家主？吴少爷，我是王家家主王萧。王萧就是你？能得到那位大人的赏识，你还真是幸运。我代表吴家家主先行一步到来，为王家送上贺礼：南海明珠10颗，万年人参1株，以及价值万亿的注资合同。恭喜王家即将晋升超人家族！这么多合同，真的是万亿合同啊！这王家可真是发了！谢谢吴少爷，我王萧一定不辜负吴家主的期待，创造一个新的王家时代。爷爷，你看看您做的那些事儿，孙儿能做得更好。你家那个老家伙，他怎么敢？尊上，我这次先行一步到来，还有一件大事要办。我听说有人闹事，挑衅神令。是他，就是这个贱人，屡次以下犯上，满口大话，做了所有事情，甚至还看不起吴家，还拿出假冒神令引来灾祸。什么？是谁？我家家主说的原来就是你啊！不知天高地厚，你知道你犯了多大罪行吗？侮辱圣令，破坏寿宴，甚至还敢侮辱侮辱内卫，10条命都不够你赔的。知不知道你在跟谁说话？我在跟一个贱人说话。你的罪行说贱人，你连贱人都不如。我来之前，我家家主就跟我说了，要狠狠惩罚你。吴家胖子就是这么跟你说的？大胆！吴家家主也是你配喊的？吴少爷，这林雪口出狂言，我们所有人正要对他……你在找死！这位是全球第2大家族吴家之子，你竟敢出言不逊！真是不知死活！今日我吴家与这个人不共戴天。看来吴家和王家是同一阵线，今日是废物死定了。吴家小子，你得三思啊！你家那个老家伙，他怎么敢对尊……够了，爷爷！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。林雪今日罪行，就算是活剐了他，也不足以泄愤。吴家少爷，
谢谢你今天为我王家撑腰，今日就让我当场杀了这个口出狂言的废物吧！理所当然。胡家胖子精明一世，没想到竟培育出你这样的蠢材，唉，真是可悲可叹。你敢侮辱我的家主！我劝你，等吴家家主到了再来行事，否则我怕你后悔。若是我家家主到了，你就不是被当场诛杀，而是将你全家活剐。与你这样的废物多说无益，我现在就斩下你的头，献给我家的家主。杀林雪，过全家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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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畜生，你找死啊！父亲，闭嘴！吴家主，您容貌……吴家主，不好意思，今日在我奶奶的宴会上来了2个不长眼的废物。不过你放心，我马上会处理，绝对不会影响您对我王家基金的注资环节。你给我让开！吴家家主，我是京城冯家嫡孙。那混蛋嚣张无比，狂妄至极，对你毫无敬意。接下来看我的就行，让那混蛋在所有人面前老老实实跪在您面前。你说什么？吴家家主，你不必动怒。我说我会拿那混蛋的命来让你出气。刚才吴家少爷正要将他的人头献给你。你要弄死他，把他头颅砍下来，献给我。没错。蹲下！此事与你无关，起来吧。你刚才在做什么？父亲，我不知道他是尊上，我以为我早就说过，你终究会犯下大错，却没想到吴一乐，从此我们断绝父子关系，你失去继承资格，逐出吴家。父亲，你刚才说什么？尊上，是我吴正道的主子，敢对尊上不敬，就是没有把我吴家放在眼里。从今天开始，京城再无冯家。爸，我早该想到了，先是周家神灵，然后是神女，接着便是2大家族当场下跪。传说中的神庭难道真的存在？它一定是来自神庭。完了，冯家这会彻底完了。爸，这是做什么？闭嘴！京城冯家有眼无珠，冒犯了尊上，我冯占鹏愿意自身性命赔罪，还望尊上给冯家后生留一线生机。我就知道。起来吧，冯家后人若是品行端正，本尊不会赶尽杀绝。谢尊上，你们2个还在这议论什么？还不赶紧跪下赔罪！我魏明远有眼不识泰山，尊上饶我狗命啊！京城徐家徐伯翰有眼不识泰山，求尊上饶我狗命。京城齐家，请尊上高抬贵手；京城顾家狗眼看人低，求尊上饶命！求尊上饶命！这里的事情交给你去办。是，尊上，老奴必将办得漂漂亮亮。走吧。等一下，大家的生死哪是你一眼可以决定的？我奶奶的寿宴，岂是你想来就来、
想走就能走的。怎么，王公子，你打算拉着所有人一起死？各位，在座的都是身家100亿、1000亿，只要大家联合起来，岂会现在跪之乞怜？没错，笑笑说的有道理。寿宴上这么多人，其实他们3两句话就可以定夺的。不错不错，王家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啊！各位，还有谁和王家有一样想法的，大可站起身来。爸，潇潇说的对，我们这么多人，凭什么怕他？我们冯家与王家全面合作，根本不输吴家。没错，经常起家，何时受过这等耻辱？我站王家。京城顾家支持王家，魏家支持王萧少爷，我们支持王家。有点意思。爷爷，你看到了吗？身为王家家主，怎么可能给别人跪下？王家小子，你不说2句？尊上，这情况您都看到了，是老奴不中用啊！本尊知道了。哼，老家伙，你混得可真够烂的呀！重病也就算了，还被一个黄毛小子给夺权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往日的情面，我可不顾忌了。吴正道，现在的王家是我做主，王家现在的壮大都是我的功劳，昔日的情面还需要你顾忌吗？好了，吴家小子，事情你也看到了，放手去做吧。是，尊上。今天，凡是不跪尊上者，全部从京城除名。真以为你们吃定了大家？有什么手段尽管使出来，我王萧照单全收。我就要看看你们怎么让王家出名的。王家家主，你想要看除名，你且看着。另外，冯家家主，这事与你无关，你先起来吧，我不会怪罪于你。多谢尊上，多谢尊上。走吧。是，尊上。就你们这些人，还京城权贵，哼，我看都是些井底之蛙吧。都给我让开！井底之蛙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不过只是这个废人的一条走狗罢了，还在这大放厥词。今天真是让老夫大开眼界了。当代神女，没想到你也有被看清的一天。至于你们，也太无知了。看在我和王老狗曾经有那么一丝情分的面子上，我不妨给你透露点消息。神女是吧？我对这些一点都不感兴趣。我感兴趣的是，如果真的神女知道有人冒充她，她会不会与我王家合作？放心好了，绝对不会。还真把自己当做神女了。你们还是操心一下今天能不能出得了这个门吧。来人！王公子，你之前也是神豪会成员，可见过这个？这是神女符，神女符只有神女本人才有。见此神符的天下美男，须以奴才自称。你怎么会有这种东西？认识就行。见此神女符，还不跪下？是真是假还说不定呢。
毕竟你们之前连神令都敢造假。不过，就算是真的神女又如何？让本少爷跪下，你有这个资格吗？当真是愚不可及。直到现在，你还没有明白尊少的身份吗？身份被我王家扫地出门，当众退婚，在我奶奶的寿宴上恼羞成怒，凭借自己认识几个人有一些歪门邪道的前王家未婚妻吗？你闭嘴！玉晴，你不是一直巴结我们王家吗？不是疯狂的追求我吗？机会来了，去扇他5个耳光，以上的要求我都答应。萧哥当真？千真万确。玉晴，住手！直视我，贱人！我的身体！哎呀，玉晴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是你，你对他做了什么？妖术，这是妖术！并非妖术，而是直视本尊身体无法承受，寿命流失了50年。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，今日逃脱，算你走运。各位，今日我王家正式发出悬赏。尊上已经走了。各位，刚才对尊上不敬者，我来给你们好好算算。尊上，奴婢不解，为何不直接把王家给灭了？老奴也不解，明明尊上一念之间就可将王家灰飞烟灭，为何要多费功夫？只让老奴把他们国内和吴家的项目冻结，而不处置国外资产。王家在海外同样强大。你们看这些蚂蚁，本尊随意丢出去的食物，它们长途跋涉，挣扎夺抢，是不是很有趣？奴婢懂了。人以育人，神以育神。神主养的奴才放在人间，那便是人中龙凤。你们称我为尊上，而王振华只能作为家主，那是因为他是本尊的奴才。今日这奴才有了翻身做主之心，若是直接把他灭了，岂不是很无趣？少女，今天寿宴你全程在场，那个王振华他明显有问题啊！身为王家家属，怎么可能被孙子给夺权？这种事情，尊上早就知道，只是并未点破罢了。哦，那婚姻一事，若无他暗中首肯，就凭那王萧，哪有胆子敢四处宣扬？王振华自幼就跟随尊上，他的眼界不应该如此狭隘才是。错了，就是因为他眼界太高，才会如此。哦，此话怎讲？人心不足蛇吞象，依我看来，姓王那家伙本意是想要赌一把，若这婚约成了，他们王家不仅可以晋升为超然世家，更会鱼跃龙门，甚至在尊上沉睡时执掌神庭。他怎么敢？尊上50年未现，就像今日在寿宴上王萧所说，有些人觉得他自己家族的强大，真的是依靠自己的实力。王家还是没有认清自己，若是没有尊上，他们什么也不是。不过，能一点点的摧毁王家，还有那些京城权贵，的确是件有意义的事情。反正我也是越来越期待。
尊上，王家已经放弃国内阵线，选择联合国外财团，并且利用王家的名，邀请各界名流，打算报复鲸吞吴家，向您示威。这是王家送过来的邀请函，他们想请您去现场观看吴家被吞。这吴家还真是有意思，告诉他们，明日宴会，本尊会去。是，尊上。对不起，爷爷，今日在寿宴上是我太激进了。不过，您一直在装病啊。没错，不过事已至此，说这些已经无用了。爷爷，那个人真的那么厉害吗？小小，如果有这样一个人，长生不老，不死不灭，度过了不知多少个岁月，你看会怎样？当然是目空一切，世间万物皆为蝼蚁。尊上就是这样的存在。怎么可能？爷爷，那我们……别怕，这次寿宴也只是一个试探而已。本想让你许尊上回家，把他绑在咱们王家的大船上。尊上想着为我续命，我非常的感激。但是他那个高高在上的态度，我不喜欢。再说到目前为止，也只有徐家破产，吴正道说是清算，但面对大家的联合，不同样也是束手无策吗？没错，不过他的手段有点高深莫测。若真是无敌，为何不直接把所有人的寿命全部抽取？这些年我搜集古书，恰巧看到一本残破的古籍，条江有一种蛊虫，顷刻间就可以使寿元。这种蛊虫要想炼制一只，就要耗尽50年的时间。这恐怕就是他50年苏醒一次的原因。爷爷，那您的意思是？他长生不老的秘密，古书中也有解释。那是一种叫长生蛊的蛊虫，沧海桑田，容颜不盖。如果能把那种蛊虫抢过来，尊上之位恐怕该换人了。寿宴上激怒他使用了蛊虫，他的这种手段以后不会有了。当时你说的没错，王家有今天，那都是咱们王家人打拼来的。尊上只是在我们弱小的时候，给了我们一点点的帮助罢了。本身如此。王家在全球拥有无上的名声，匹夫亦可撼树，凡人亦可屠神，大丈夫岂可久居人下？尊上就是回来，那又如何？明日我要证明，时代已经变了。尊上，王家已彻底叛变，奴婢刚得到消息，王正华亲自露面，除了邀请各界名流，还雇佣了大量安保人员，可能会在宴会上。这王家倒是越来越有趣了。
王家不过是自不量力罢了。尊上，这是昔日您打造神庭时留下的象征着神庭之主的神戒，会长让我转交给您。奴婢郑双双恭迎神庭之主尊上回归。起来吧。50年了，很多人都忘了本尊的名字，更忘了神庭之威。皇家不是要开宴会吗？好，吩咐下去。明日宴会之上，神庭重现，本尊要重新选择第4天王。是，尊上。尊上，神庭目前所掌控的主要势力，便是3大超然世家。王家本是第4大世家，但王家叛变。除此之外，其他曾受到过尊上之恩的豪门，绝大多数都已更换家主。对于昔日之事，他们早已不认。一直以来，王家所掌握的便是名。他们在获得名望之时，曾暗中利用磁石基金资助了大量小家族。其他3大家族为了帮扶王家，并未干涉，还曾暗中扶持，为其扫清过障碍。皇家早有背叛之心。对，王正华是最晚加入神庭，当年他并不了解尊上您的真实实力，在他的概念中，尊上您不过是一个活了数千年的普通人罢了，肉体凡胎，但再厉害也敌不过千军万马。千军万马。奴婢曾听会长说过，昔年外邦入夏，尊上以1人之威震退倭国军队600万，扶大夏将倾，救大夏4万万同胞于水火。此等振世之举，王正华自然无法想象。那这样反而更有趣了。张总，好久不见。刘总，好久不见啊！干杯。如今的王家，加上在座的权贵，灭掉吴家就是囊中取物。他吴家的确富可敌国，但是也架不住我们人多呀。我们徐家失去的东西，今天我必定要100倍、1000倍的拿回来。上次我选择了臣服，这次我要他的命。这么做没错。潇潇，给吴正道打电话，今天的晚会主要是给他办的，接下来的事情会很精彩，他不到场怎么行呢？是，爷爷。等你们的依仗吴正道到了，我看你们嚣张到何时。东西准备好了吗？老板，准备完毕。根据我们目前查到的入场人数，我们定了相应的纸钱、花圈，确保里面的每一个人都不会落下。抵达时间跟我们到达的时间一致。好。吴家首富，我们今日华夏商会联盟宴可是我们王家特意为你举办的，现在人差不多都到齐了，不知道您什么时候才能到？放心，很快。那就好，你那主子尊上可早就来了，别让他等急了啊。那倒不会，就是有些人赶着去送死，却不自知。老李啊，你喜欢古玩吗？偶尔也会有研究。不过各大博物馆去的次数也挺多的。哦，那你有没有发现一些问题？吴家主，
您的意思是？战国水晶杯，唐代华石兔，明代银香盒，洛阳铜齿轮，这些你都听说过吧？听过，我之前也去看过。你说有没有种可能，这些东西全是同一人所有？这不太可能吧？这2天你不是对我返老还童非常震惊和好奇吗？其实帮我做到这些，与我所说的那些，都是同一个人。难道这世界真有这样的人存在吗？今天，王家联合了一群所谓的权贵名流，想借他们的手弑神，真是不知道说些什么好啊！如果真有这样的人，历经万千岁月，见过各样的人，各样的事，遇到这样的事，只会觉得有趣好玩吧？你倒是看得比较通透。吴家权固然重要，但是也得有命花才行。吴家主，我们到了。叫人把东西送上去，你在这儿等着。待会儿若是你足够幸运，说不定有机会见到我所说的那位。是。爷爷，吴正道正在来的路上。好。最多10分钟，等吴正道来了，我会让你亲眼看清楚，我们是如何吞并吴家的。届时，我倒想看看清楚，你这所谓的尊上，是否还能保持现在的底气？若是只有吴正道，那该多无趣啊！双双吩咐下去，本尊今日要挑选第4超然世家，让郑冰清、周志毅一同前来。我只给他们5分钟的时间。是。大夏天权战神，大夏神豪会会长，是你一个电话就能叫来的吗？你当点外卖呢？就算他们真来了，你觉得他们会站在所有人的对立面来选择吗？这些年，我们王家快速发展，并与周家、郑家掌控的资金有着大量密切的合作。虽然我们和他们没有见过面，但是这次宴会，他们说过要亲至，是为我们王家而来。你们不会是提前知道他们要来的消息，在这狐假虎威吧？到时候他们来了，被戳破了，就不怕尴尬吗？今日会场灌溉云集，如果选择帮助谁，那聪明人还不是一眼就看出来了？尊上有令，让你们5分钟之内抵达宴会厅。现在讨论这些已经没有任何意义。尊上给过你们这么多次机会，你们一个都没有把握住，到时候别后悔就行。这话应该我对你说才是。从王氏集团大楼下，我一直在给你机会，是你一直没认清现实。丫头，嘴硬没有用，待会儿用事实让你认识到你自己有多愚蠢。最愚蠢的人，怕不是我。从今日起，王家将被除名。出名了，你真的说说呀，出名了算了吧。喂，你们！天权战神，还有神豪会会长，不对，你们也太年轻了。周志毅、郑冰清，你们2位
来的可真够早的。王家寿宴我听说了，这事你办得非常不好。王家忘恩负义，当场应该把他们给灭了。此事我也听说过，王家倒是有趣，他所谓的名都是尊上所给，最后却选择背叛。王家还是太年轻了，对尊上的神威一无所知。尊上有尊上的想法，权财色名，缺一不可。昔年我曾听尊上无意间提起过，这世界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。名在神庭上有大用。此事我倒是也听说了。王家格局还是小了点，不过也好。尊上50年未曾出现，当年神庭之危，很多人也已经忘记。王家也算是办了一件好事，召集了全球名流，咱们倒也省心了。说的也是。尊上到底是谁啊？今日吴家主、天权战神郑会长3人齐聚，竟然都是为了尊上而来。难道他们变得如此年轻，也是因为尊上？从今日之后，再无王家。他有什么本事啊？今日宴会除了鲸吞吴家之外，实不相瞒，也是老奴为尊上特意准备的。没错，你的这种高高在上的感觉，我很不喜欢。昔日或许你对王家有恩，但这也不是你在宴会上大言不惭的理由。如今你与王家造成这样的局面，都拜你所赐。明明是你们自己忘恩负义，还找这么多借口。你们王家还要脸吗？尊上从一开始就压根本没有想跟你们王家有多纠缠，好吧？从一开始我就说退婚，签个字滚出京城，有那么难吗？就不会有这么多事。你说这算不算纠缠？王家没救了。没救的是你吧？这么多人看着呢，别到时候幡然醒悟，跪地求饶。昔日婚约，王家小子你最清楚，你也是这么认为的？如果说昔日恩情，老奴只想让潇潇完成婚约。不过尊上，时代已经变了，有些事情强求不来呀。哦，若是联姻最好，可是事已至此，我更愿意尊重我孙子的选择。昔年本尊教导你，让你王家掌权，其中深意，你可还曾记得？尊上的教诲，老奴自然不敢忘记。可王家的名是全球慈善事业，是救死扶伤，是战争来临时，是在全球发生灾难时能够第一时间挺身而出，拯救万民于水火之中。好，那你王家可曾做到？目前的王家当然可以做到。我们的慈善事业遍布全球各地，我们的朋友都是全球的名流。可是尊上，您让我感到太过于陌生了。世人如蝼蚁，在宴会上打我的奶奶，剥夺欲请的寿命，一言不合用卑劣的手段夺得京城徐家的财产。论名，我们王家独占，是非对错，明眼人都能看出来。甚是无趣，你王家还是没有认清自己的位置。没认清位置的是你吧？爷爷，我看没必要再等了，我们直接动手便是。让吴正道来了，送他一具尸体。
尊上，老奴今天倒要看一看，是大夏的顶尖武士们厉害，还是你厉害？今日我们王家人要在所有人的面前弑神！住手！等等！吴正道，王家也太大胆了吧！这么心机啊？不是说今天这场宴会是专门针对吴家而来的吗？没错，就是专门针对你吴正道。各位，大家机会就摆在眼前，只要我们一起合力，通知我们的公司所有人取消与吴家公司的合作，他分分钟就会停摆，彻底倒台。算我一个！算我一个！算我一个！王助理，喂，把所有吴撤家销和吴家的合作，马上去办。尊上，看到了吗？这就叫人心所向，这才是王家的名。没错了，没听错。王正华，我才刚来，你就和大家送我这么大一份礼物，也太客气了。还好我早有准备。实不相瞒，我也有一份大礼，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有份。哦，哎呀，开礼！这第一份礼是一共20万亿冥币，根据在场各位资产总额计算，确保你们下去了，财产不会减少，依然可以活得滋润，活得潇洒。各位，别着急啊！这第二份礼是顶级豪车100辆，这样你们在下面不管去哪儿旅游都很方便。豪华地府别墅，投资理财金砖。诸位，我想的足够周到吧？我看你小子是找死！找死的人是你王正华才对。大夏天权战神，大夏神豪会会长，不，他们怎么可能这个年纪？他们至少70往上。你们是天权战神周志毅，神豪会会长郑冰清的后人。今天的阵容真是强大呀！这回你们两个肯定是死定了。不对劲啊！我如果没有听错的话，刚才他们两个是骂王家家族来着。老奴周志毅，奴婢郑冰清拜见尊上。起来吧。是。从今日起，皇家正式被除名，本尊将重新选择超然第4世家。